好，今日又有睇啦，呢個單位位於油麻地佐敦之間嘅，咁啊一入屋落，哇10級殘裝喎，做咗開放式廚房嘅，咁我哋睇下第一間房，房間呢雙人床都擺得落嘅，就細咗少少啦。另外第二間房呢，一樣 size 嘅，都擺咗張床加個台仔啦，咁啊開放式廚房啊。浴室呢就正正常常啦，都要搞個晒裝修噶啦。咁呢邊呢，咦有個平台仔喎，都唔錯喎。咁可以種下嘢、晾下衫咁咯。景觀呢，還都算唔係樓望樓景啦，都開揚嘅。咁啊，呢度道門喎，又去邊嘅呢？睇下先。喂，哇！有另一個平台喎，呢個平台大少少嘅，咁有少少發揮空間嘅，可以二人燒下嘢食啦，可以種下嘢、養下動物仔嘅。咁啊，景觀呢度。好啦，介紹翻啦，呢個盤叫德昌大廈，樓齡呢係49年，1977年入伙嘅，最高樓層18樓，合共有72個單位。呢個單位面積215尺，係啊，你冇聽錯啊，215尺有2房啊，你話係咪奇蹟先？交通方面呢，其實步行6分鐘呢就可以去到3個站嘅，就係柯士甸站、佐敦站同埋油麻地站。步行3-4分鐘呢就可以出到彌敦道嘅，其實比你想象中方便。呢個單位入屋嘅感覺咧，一定就唔會好噶啦，因為係殘裝啊嘛。但係呢度咧，可塑性都好高嘅。如果經過重新設計咧，入屋感覺一定係好精神。呢度係德昌大廈，有興趣嘅話，即帶你去睇。